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之前在节目底部，我们收集过几道种的料理，包括客家的传统料理，甚至讲其他国家的创意料理。不过，今本日要收集某个好食的呢？更加现场啊，清香哦，大家有批到冇呢？今本日要收集的是新加坡的美食咯。到底新加坡的美食有哪条的秘密呢？我们今日来邀请在地的好朋友同我们收集咯。首先来分享我们的鼎勋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傅鼎勋。接下来是我们自己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子瑜。分享两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里边。不过首先请教一下鼎勋哥，然后鼎勋哥，我知道两位都是来自于很特别的地方，我们的茶厂玻璃、车城保利。你我们拢提供茶厂玻璃其实是除了六堆之外其还有客家关系的庄头，就是它是在除了六堆之外的一个客家庄头，所以你们两位都是在地保利人吗？主持人，那个不是，是我太太是闽南人，她嫁过来客家媳妇，客家媳妇的。我本身是客家人但是有闽南人的入村的话，就是变成为同化调了。同化调的时候，就以称呼，我们现在目前以长辈的称呼为就是像个客家话的方式去做，比较常讲。所以更加你们在总头底部这些所谓的长辈的称呼，还有哪一些是跟客家相似或是一样的吗？就阿 Q 啊，舅妹啊，阿伯啊，伯妹啊，阿叔啊，阿金嘛，我们说阿金嘛，是阿婶嘛，就是叔叔啊这样子。所以其他的还有一些习俗还存在，类似出新丁啊，还有那个奉祀的神明就是三山国王啊，就是这样。除了那个称谓啦，也还讲我们的风俗习惯之外，其实它大部分还是因为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就是没有讲客家话，也汤唔是的，是这样子吗？对。自己在当时加沟去玻璃的时候，会不会对这样子觉得有点奇怪，或者是说觉得很好奇他们的称呼有某相同？我那时候嫁过去，我觉得他们的称呼还蛮好玩的，因为跟我们闽南人的称呼有一点，听起来有一点比较硬气一点，因为我们闽南语比较柔软一些这样子。那习俗的话也是都差不多了，因为就被汉化的差不多了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那边其实是已经丢失了我们的语言。传统的语言，那现在也在积极做课底的计划，这样子。我重新将一个客家文化浸到进来，唔单将喺人哋语言，甚至于失败嘅风俗啦、文化习惯，等等都天天嚟浸到进来。你归到进来，就是说，刚刚有提到，你们做喺新加坡的美食，新加坡的美食要跟大家介绍。不过你们这边喺好咯，又有客家，那这两种文化跟新加坡好像不太有相关联，是什么样的状况下不能够为了做一个新加坡的美食的？我原本是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3军联训基地，那我原本是在卖工地的便当，然后那时候我想要买生产器具，所以其实我做肉骨茶的过程是蛮意外的。那我本来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老师他们要结束营业，他们是新加坡人，夫妻都是，对。然后我是要跟他们买生产器具，然后去的时候就跟他聊，因为他们在恒春开了7年，但是我们对肉骨茶的印象就是马来西亚的药膳口味，那我本身不喜欢吃补药膳这种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去经过他们家，我每天载小孩要经过他们家门口，这样出出入入要好几趟，可是我没有去吃过，因为我觉得我口味的关系啦。后来呢，我去买生产器具的时候，就跟我的老师跟师长聊得很愉快。那因为他们来台湾是来生活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啊，就是传承有没有传承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不是很必要。那后来呢，他就跟我说，其实有蛮多人想要跟他们学，但是可能我比较幸运，我得到他们的青睐，然后他就是跟我收了一个拜师的红包。对，然后就手把手的把这些料理，然后交给我这样子。对，我是这样子开始做。对。像讲奇怪，一般来讲，大家应该卖是跟自己饮食文化这些比较相关的，会先开始嘛。那你能用的会现在来从这个文化
对唔到哦，就是比较对不上，就是新加坡这是异国的美食，对哦，原来是这样子来的。啊，你后来19张出了开始卖，就是大概学了多久才开始卖？一开始我其实想要卖冷冻包，我就想说我在哪里卖都一样，对。然后后来老师来教我，他发现我实在太认真了，所以他就跟我说，其实我可以开店卖这样子。那他在教我的时候是在我家的车库，对我，然后车库里面就只有一个遮阳棚，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开店，我说你开玩笑吧，因为他原本的店是很漂亮的，装潢得很好，很新加坡风。然后我就说你这样子，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你。然后他说没关系，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很多好吃的肉骨茶店都长这样，乡下的，所以你放心，只要你把味道做好，再远都会有人来。那时候老师就这样鼓励我，所以我就从这样，没有门，没有门，没有任何装潢的，只有几张桌子，我就开始做肉骨茶的生意。我是这样子做过来的。哇，汤的几感动嘞，一铺一铺吼，对于那个酸有点面，某点面都有点面安的一个部分，哇，安尼差嘞，继续来请教一下鼎勋哥，同时啊。子怡姐跟你说，我来卖那个新加坡美食的时候，你还想法还嘛个？你有什么想法吗？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买了，他买来吃的时候，我觉得以前我有吃过这个味道，在我小时候的时候，那也是在我们客家村里面吃到，但是那吃到的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一样是胡椒的味道，但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我觉得那个味道很清晰，就跟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味道差不多，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个汤的话，应该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前程在走，所以我会觉得说，好，我们学看看。就算他支持给啦吼，支持他继续发展下去。是。啊，这时节鼎勋哥，你这个本身有其他的工作吗？还是说那时候就协助子瑜姐穷哈？刚开始是我太太先学，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我不能没有工作，所以我就是我太太先学，后来在学完之后，因为2年了，2年多了，再慢慢的有那个还了一些贷款，所以会生意又稳定了，所以我会想，我太太希望我回来帮她，所以我就换了一个工作，比较有时间弹性的工作，时间一有空我就回来帮她，帮她顺便学习，老师也会回到我们店抽查，顺便技术指导啊，是这样子哦。对。子怡姐真的吗？老师欣赏还会鼓励请能够然后来考试抽查人哦。对，因为他们对他们教给我的东西是他们从新加坡带来的。他常常跟我说，教他的人是很厉害的人，所以他觉得他把我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传承的人，他希望我把这个味道不要跑掉，所以他一直跟我说，其实要做很简单，但是你要维持对这样东西的热情跟初心是很难的，所以他会一直来看，他不定时他就打电话说我要过去哦，对，还会先捅敌哈，对，但是他来的时候差不多就到门口了，我到了，我要来看看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做你该做的事情这样子，对，安尼感谢欣赏，嗰时候你的品质在欣赏的监督之下，一直保持很稳定，让人很可以吃的都按后吃的名声，安尼自己这样继续来强高你哈，然后就是现在店里面卖的东西有哪一种吼？有几个品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主打就是新加坡的肉骨茶，那它跟马来西亚的药膳味道的，我们台湾人所熟悉的口味是不一样的。那它最主要就是它的里面的材料很简单，就是排骨，然后呢白胡椒跟大蒜。那除了白胡椒，我们一定是用沙拉越的白胡椒之外，其他的食材我都是从我们台湾这边的我觉得新鲜的好的食材来使用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最招牌的哈。那再来就是海南鸡饭。那海南鸡饭的鸡腿，我是在我们的菜市场，当地的菜市场，然后呢每天早上去采买。那我们的原则就是我今天煮多少我卖多少，因为毕竟它很多工。
而且它是很新鲜，没有很多调味的，所以只要它隔夜了，味道就会不好。对，所以我就是坚持，我卖完了就是明天才能够再吃到。那鸡饭跟肉骨茶是点阅率最高的，那再来就是咖喱饭。那咖喱饭的话，因为我的老师他的祖辈是娘惹人，所以他们像咖喱啊、肉骨茶啊、海南鸡饭跟拉沙这些东西，他们会因为南洋的国家不一样的国家，他们的味道都会有一点点的差别哈。那甚至在新加坡里面，他们也有马来人啊、娘惹人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人，所以他们的做法都会有一点点差异。那我的老师他们是比较娘惹的系统，所以我学的东西就是椰奶味会比较多的这样子。就很南洋，真是传统的南洋的口味。是的，哇，有的口味吼新鲜，我们吃到吼是很新神奇、有趣的，可是真的吃到比较久的时候，就像俺们这个生活习惯不一样，真的会不太习惯。对，还是饮食的习惯还是会有所不同啦。对，就像老师教我的肉骨茶的时候啊，其实新加坡的地理环境它是比较热，然后比较闷，温度比较高哈，然后也比较湿，所以其实他们在吃东西的话，他们的味道都很重，很咸呐，很油啊，然后很辣这样子哈。那但是到我们这边的，毕竟我们90%的客人都是台湾人嘛，所以我那时候就跟老师说，我想要把咸度跟辣度降低，因为大概刚开始的时候，大概10个客人竟然会有几个客人会受不了说，太辣了，这种汤好喝，但我喝不了，所以我还是得符合一点，再调整一下，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就是不能老是说你可以煮的跟我有一点不一样，但你不能离我太远了。就是假如说我的要求是90分的话，那你大概至少也要80分、75分这样子，他是可以认可，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生活嘛，对不对？对，就会讲，因为随着人家环境无共样，老实讲，人家咸淡吼辣度可以去做一个调整，但是底部的精神，他的精神，甚至于讲其传统的要素，含在底部就是一定要保留下来，是吗？哦，喂，观众朋友，人的新加坡的美食大家又暗有迷恋呢，不过真是吃好了，还马个米头呢，休息一下，马上来爽快那先哦。前面讲的按到新加坡的面食，个新加坡的面食都有哪的面食，都好什么呢？更加就来爽快那些咯，素咸啊、调豆啊，可能自己这有同还是有一个轻贴配的甜调，我一定会先吃。黑马个呢，给人贴配作为冰淇淋哦，子瑜姐，个冰淇淋都在贴配的呢，同样能收给一下吧。冰淇淋的话是我们老师的私房料理，对。那因为他们通常都是自己在家里煮来吃，对的。那他用的材料呢，就是蜂蜜，然后呢就是那个夏威夷豆，对，它的材料都很单纯，但是它都用得很好，因为自己要吃的东西，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细致。其实有客人吃过，跟我说，真的比那个某大厂牌的冰淇淋真的还要细致，还要好吃这样子。真的呢，你吃烘了啊，大家可以考一下，虽然有失败用那个，但是呢，蛋糕跟刚刚讲的那个应该是坚果的那个部分。对，他老是用手，他全部都手工做，他觉得用手切的会比较有口感。对，所以他很想给喜欢新加坡的食物的客人啊，就是很好的食物的感受。真的，而且吃烘了不会过甜，没有很甜腻的感觉，然后很香，很绵密。它里面还有加什么？我有一种很香、清雄的一种香气呢。蜂蜜哦，对，它就是蜂蜜，然后跟那个鲜奶，还有鹰嘴豆这样子而已。难怪就是全部都很感的是纯甜盐的这种香气啦。对，所以混合起来，真的好好吃哦。那个子怡姐，你寄出来交给其他那的，或者我继续吃冰。好啊，你吃冰。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甜点哈，因为甜点的部分都是由老师来帮我做支援，对，因为他希望我把主食的部分啊，就是闭着眼睛都可以把它做好哈。所以在主食的部分全部是由我负责。那甜点的部分的话，像这个娘惹糕，哈，这个娘惹糕，可以按多色神呢。娘惹糕它其实跟我们台湾的9层糕很像，对。那它的吃法呢比较特别，就是
有一些客人他点了之后，他就会整块拿起来咬，可是这样子其实没有感觉到它的特别的地方。我们后来都会跟客人说，建议他一片一片剥下来吃。等一下，对，自己得可以一片按片剥红了。其实包括来我们店里面的客人啊，有马来人啊，马来西亚的客人啊，他跟我说，老板娘，我跟你讲。其实这个娘惹糕一片一片剥下来吃比较，我说我知道，我都会跟客人讲这样，所以我们后来会提醒客人说，如果你要吃娘惹糕，你不要这样一口咬，因为它什么味道你都掺在一起了，你其实吃不出来它的比较特别的地方，但是你一片一片剥下来吃的感觉又不一样这样子。那斑斓蛋糕的话，它就是像。它有一个名称叫做新加坡的国民蛋糕，有点像我们台湾的戚风蛋糕。对，那它的新加坡的话来讲，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它里面都是满满的好料，因为它用的食材都是很好的这样子。那它的口感比较湿润一点，然后有很香很香的那个椰子的椰奶的香味。因为他们新加坡很多料理啊，其实南洋料理都一样，就是斑斓叶。香兰叶，我们台湾叫香兰叶，它就是会有很重的芋头跟椰子的香味，这两个味道的综合，所以你看它的绿色是来自于斑斓汁，对，然后再去做的这样子。咖椰吐司的话，是我们店里面最让人家快乐的甜点，那它搭配在套餐里面，因为像我们店里面的产品啊，就是我们有单点，那我们也有套餐，因为什么要点套餐？因为我们希望。台湾人就来我们店里面的客人可以尝试到新加坡的甜点，所以我们会把甜点加在套餐里面。那咖椰吐司，本来老师他们是使用海南蛋糕、海南面包，那海南面包比较咸，比较 Q，可是因为量的关系，它做来不及，所以我就会选择另外一种口感比较好的我的吐司比较厚，然后比较 Q。对，因为我用比较好的，那中间夹的白白的那一层是奶油，对，然后再涂上满满的咖椰酱，咖椰酱也是我们自己手做的，它吃起来真的会让人家非常的快乐。嗰首自己这，你看一條食神按鮮豔，就像嘅雞卵糕也好，娘惹糕也好，其實一條嘅顏色基本上都會用天然的色素、天然色素來去處理的嘛。是因為我們自己也吃，孩子也吃。当然，我们自己喜欢吃、敢吃的东西，我们才敢给客人吃，所以我们尽量都是用天然的东西来使用搭配这样子。对。不过头都可能是按那些顺序啊，反多种类的呢，有人显示甜点啊，刚刚好是甜点就会熊二来是一些含的东西。那我们赶快来吃一下主餐吧。那主餐可能推荐显示哪个呢？我们店里面的招牌是肉骨茶。对，肉骨茶就是我们。新加坡的白汤，胡椒味浓厚的，真是呢，马上撇下去就是迄个负责的香米，从个酸头的米是，不过底本能加一个龟体杯，这个是什么？那个是我们其实，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他们吃肉骨茶的习惯就是他们会加油条。对他们早餐啊吃肉骨茶，对不对？然后他们的油条是比较面包体的，是不是像我们台湾的油条就脆脆的？对，他们是软软的那种，然后他们会沾着肉骨茶汤这样吃，这样他们一天活力的来源。那我们家的油条是因为台湾没有做这种的油条，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早餐店搭配，我们会去买他们手做的油条，就回来然后给客人使用。那有一次呢，我儿子在吃的时候，他不小心把油条炸得太脆了，结果他这样一吃，反而发现，味道更好了，所以在我们店里面吃到的油条，它会比较香、比较脆一点。对，吃烘了真是鬼好吃呢，而且有一种感觉啊，像呀，就像可能才是跟麻辣锅的感觉，吃那个老油条，只是说这种跟用米、总跟蓝米没有这么刺激，可是它还是一样会辣哦。对。但跟我印象中是各位新加坡真的是有一点差别，对，真的新加坡的辣多了。对，因为新加坡他们的天气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味道真的都比较强烈。但是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讲，那个味道是太强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要稍微微调一下，符合还是要大部分的可以比较符合。但是有客人跟我们说，其实他已经是他吃过，他觉得啦是已经最接近的新加坡的味道了。最凶要通底不会给牛。猪肉你们有特别去挑过吗？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老师他以前在做，他是用菜市场的白猪，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嘛，他们比较不熟悉台湾的环境。那他们那时候买的时候，就是菜市场
买白猪肉。但是白猪肉的话，第一个它的油脂含量比较高，所以煮出来的话，通常我们的汤上面都会有一层厚厚的油脂，我们还要一直捞。对啊，后来有时候买到公猪的话，它还会有猪腥味，会比较重一点。对，那个猪的味道。对，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这样不行哈，品质有一点没有办法固稳定。那我们就找了一个黑猪肉的大盘商，然后我们用的是，其实你们在外面吃到的肉骨茶，大部分都是用肋排。那为什么我要用梅花排骨？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口感肉的部分口感比较好。第二个，它的单价没有那么高。那我希望可以让客人都有办法吃到一碗，接近就是很接近原来味道的肉骨茶汤，这样每个人都喝得起。真的哦，那个头安奶师给煮牛真是怪厚身哎，有 Q， 但是又不软烂，又不会柴柴的。然后也可以同哇，观众朋友，也可以牛骨茶，真是冬天的时候，冷的时节是真是大忙爽快哦，也可以真是米头贵好呢，真的跟新加坡当地以前也是都会共用啊。再来还有哪一个？第二个我们店里面必选的，米饭食就是海南鸡饭。对，那海南鸡饭的话，通常他们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吃，他们会加上2种东西。对，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黑酱油。那他们的黑酱油也有人讲甜酱油。对，它是甜甜的，它不会死咸。那鸡肉的话，我们还会沾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特制的那个辣椒酱。那鸡饭我们是用上汤煮的，一般你在外面吃到的海南鸡饭很多都是用长米做，因为他们也是长米嘛但我们认为说，我们恒春、我们车城产的温泉米就很好吃，所以我们用的是车城的温泉米，在地的米这样子。自己这个饭条都按了时候了，怪有米头呢，很有味道哎。对，因为我们在煮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老师他们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我们会在里面放上一把斑斓叶。所以当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整个里面都是斑斓叶的香。对，头一直说，一直闷公公，奇怪，底部煮了鸡肉那种鸡的香味，汤那种上汤的香味，还有一种奇怪讲不出来，黑马个东西有一种味，奇怪有味上面来，如果沟通讲黑米底不会是那种芋头香米才会有这种。对。原来是斑斓叶的味道啦。对，斑斓叶是我们自己种，因为那时候老师就跟我说你要自己种，因为那个以后你会用到很大量。那如果来我们店吃海南鸡饭，我们都会跟客人说，你一定要加上一匙它的灵魂酱汁。那我们的辣椒酱是非常够我们自己打的，没有任何添加剂，加上去之后，你整个吃的它就升华，变成另外一种味道，更美味。真的，最重要除了给它翻，还要给鸡肉做么？那马上来试试看，这个鸡肉到底哪里特别？怪有弹性呢。而且某这种香的米头，有一些鸡肉会有一种腥味。对。那你要给用你们在处理上，你们是有什么费什么特别的功夫吗？基本上就重点就是鸡肉一定要新鲜。对。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内脏的部分全部都清洗干净。那因为我们就是最主要是选择鸡腿，那台湾人爱吃鸡腿嘛然后呢，我们在做的手法上，我们是用疏肥的方式去做，所以它其实在热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软嫩的这样子。那我们也没有特地，因为如果你在去骨的话，当然价钱就要卖得更高。那我们是希望提供给客人就是好吃的食物，但不要太多负担。对，所以我们就是整块去切这样子。那老实说，在新加坡的话，他们吃鸡挑部位是要加钱的。对，你刚刚忘了吃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忘了介绍，就是我们的泡菜。那我们的泡菜是我们自己手做。那新加坡其实你在新加坡吃海南鸡饭，它会比我们店里面的油更多一点，更咸一点。对，但是因为我们还是一样，就是我们的咸度跟油度没有那么高。可是你加上泡菜吃的话，它整个油腻都解掉了，会非常的清爽这样子。真是的。你奶奶的泡菜真是在新加坡这种的风是新加坡式的吗？还是你们有在改良？我一开始吃的时候，老师的泡菜有比较酸一点点。对，因为他们就吃的味道比较重一点嘛。但是就是我后来发现，客人都会剩下很多泡菜，我觉得有点可惜。我希望，因为我们都是手做的，我希望客人可以好好的把我手做的东西都把它
吃完这样。用酥要给对对对啊，然后所以我就把它稍微酸度稍微再降一点点。所以有一些新加坡人或马来西亚的人，他们会觉得这个有一点点不够味。对，他们会觉得有一点点拉白米头。对，有一点点台式，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希望客人可以珍惜食材，把食材吃掉，所以也是为了要配合这个。系啊，按用心吼，先来按好的食材来做一道料理吼，应该啦，好好适合来。要不是吼，等一下行个技术方面啊，吃太上讲吼，规碗的拿风来爬适合来呢。哦，观众朋友，没想到咱的新加坡的美食啊，真是大蛮好吃呢。啊，不过除了好吃的料理，还有那道神奇也系感动的故事呢。休息下再来同大家分享哦。除了一个好吃的肉骨茶同海南鸡饭之外，自己这点人地方还有哪条好吃的呢？继续来请教一下吧。自己这前面除了收给过一个肉骨茶同个海南鸡饭，底部还有哪条的招牌啊？在饭食的话，我们还有那个咖喱鸡饭。那我们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咖喱鸡呢，它是水咖喱，它就是不会像日式咖喱这样子稠稠的，对。然后我们老师在介绍我在教我这个咖喱鸡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们新加坡的咖喱是会让人家的心脏有跳动的咖喱啊，还吃的太烂，会跳会太对，就是会有起伏的咖喱这样，因为它看起来跟吃起来的味道会让你有一点点惊讶的感觉，所以他跟我说，我们新加坡的咖喱是会让心脏跳动的咖喱这样子。那时候老师是这样子跟我介绍。那拉沙的话，因为拉沙它算是比较特别的食物哈，它在很多南洋国家都有。那基本上它的发源呢，据老师告诉我的话，他们是娘惹人跟马来人所研发的一道面食料理。它在新加坡他们是配是粗米粉，比较粗的米粉这样子。然后呢，因为我的老师刚刚有提过，我的老师他的祖辈是娘惹人，所以他们做的方式是比较娘惹的口味，那用大量的南洋的香料啊、南姜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再配上大量的虾米跟虾头下去熬汤，所以我店里面的拉沙是虾味很浓厚的，跟那个椰奶味是很浓厚的这样子，跟我们不用方便酱，不用商用酱那种，我们全部都是纯手工炒的。对，我们的拉沙会比较特别一点。按你做一份拉沙，你的那准备会不会过久的时间？要做一个，要前置作业很多吧？对，因为那时候老师他开店的时候，他店里面没有卖拉沙。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多工，但是我跟他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味道台湾人会喜欢，我自己个人就很喜欢，对，所以我就请他制作给我卖。他说，但是这个教你做我现在因为我没有真的去到过新加坡，所以这个对我来讲算是高级版。所以现在目前拉沙的部分呢，酱底是老师制作，然后交由我来调味，因为他的意思是说我比较理解台湾人的口味，所以我们把它调成不要离原味太远，但是就是比较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味道。那我们店里贩售的拉沙比较接近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除了安尼啊，自己在自家在卖一个新加坡的美食，对当地来讲，当地的顾客，甚至讲外来的游客，给人的反应很蛮嘅。其实就是我那边很多慕名而来的客人。那其实为什么讲慕名而来，就是我一开始没有门嘛，对，我没有门的时候我就没有门，然后4张桌子我就开始做生意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么阳春这么简单的设备，这种店也敢开门做生意，但是他们来之后，他们吃了之后，他们就跟他们看到的反差很大，所以也有人说我是神秘的肉骨茶店，也有人说我是偏僻的肉骨茶店，也有很多对，但这都是都是客人跟我说的，所以大家会想来吃吃看说，
为什么在这种地方会卖这样的食物？对啊，因为我虽然不是在主要道路上，可是我是在台26线进去大概400公尺的地方。那刚开的时候就是外面都是车，可是我里面因为我没有打广告，所以我都是靠口耳相传。对，然后大家会来吃我的料理这样子。可是说，no boy 你哈，外地的游客其实可能会凭着是网络上你口耳相传一种名气哈，大家会吃那个铁皮的米是哦，这片有一个连门都没门都没有的那个店，对不对？对，就是要来吃这个啊。菜地的人哦，在地人状况会上前给人的反应哦。我其实我们是客家村嘛，对不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刚刚开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当地的人都不太看好。对，因为他们都，比如说我的家翁，我的公公，他就比较封闭一点，他就说你在这里卖肉骨茶，你要卖给谁？但是其实我那时候的设定就是原本就不是设定村子里面的人，但是我现在店里面仍然有贩售比较简单的，比如说肉燥饭，对，然后卖给或水饺，那个是比较台式的，有1-2样是为了要服务村子里面的客人，但是他们现在慢慢的奇怪，为什么每个礼拜6、礼拜天外面都这么多车，到底来吃什么？这样他们会很好奇，所以他们开始慢慢的最近啊，就是这半年后就开始会来吃，有海南鸡饭啊，什么是海南鸡饭啊？肉骨茶，什么又是肉骨茶？他们会开始试着来尝试，甚至于啊，现在有点变成是我们保利村的最时尚的餐馆，因为我们保利村开村以来，我算是第一间比较有冷气，然后现在有冷气了，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冷气可以做的那个店，然后变他们回乡，他们就会招待家人来吃，或者是他们朋友来，对，他们会招待朋友来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场所。可能会讲本人堂，小给本其他人，甚至讲推荐大家来吃，系啊，因为更加有人伊以前连门都没有说那么有人伊嘛，对，一块人伊全部都走黑的啊。不过真实的在南部俺们困点茶厂这片，真是关年有这么热的地方，有一个暗后的地方可以吃饭，真的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诱因。要加上你的那东西又暗后是什么啊？强强美也一样凶哎，都社区里面大家也认同了，对，就开始有这个影响了。对啊，天云哥，你这个更加你的那分工来讲，自己这还是我们讲的中破塞，他是主厨，你在工作台内，你要工作最主要天数去做嘛嘅？帮助他做什么？我就是协助他柜台部分，服务客人部分，还有端菜部分啊，就是清洁部分。但是有些他比较没有细节做到的地方，我会提醒他，或是怎么样的问题，我会提醒他，因为本身有时候就是互补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我们店里面，当我休息的时候，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早上跟他一起起床，就帮他做前置作业，一直做。后来有时候也是分担他一些我比较会做的，类似煮汤啊，其他的东西这样。总爱从来讲，有拄到讲，这种本影响过层的人项目，也爱讲发生过某个神奇的事情吗？在我服务当中。因为每一个客人，我都当作是贵宾，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客人来，我就把你当成贵宾。但有些客人就是看到，客满了，我可不可以带宠物？但是我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隔壁是我家，你可以把宠物放在隔壁。对但是他又不习惯把那个宠物放在那边，他就买了就去车上吃。但他去车上吃的时候，我又担心说，怎么会在车上吃？我就另外再送一个嘎嘎吐司给他吃，因为他们没有点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我就会送给他们吃。这样子他们就会就是说老板怎么又送这个？我说没有，我看你这样太辛苦了，我就直接再送一个甜品给你们吃这样。店员讲，你真是大忙适合来做外场的，这个个性很适合做外场的。真的，你的未来，你看你的营问题呢，做到安好那你们的未来规划，餐厅里面还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吗？在刚开始的时候很辛苦的过了，但这几年来，
他很感动，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对，感受的出来。对，他就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帮我，他一定要在外面再另外再打一份工这样子。这2年来，我们慢慢的，因为把一些负债也还得差不多了，对，所以他觉得我们现在我们2个人的共识就是，第一个我们品质一定要顾好，因为品质好，客人才愿意等。那其实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一间铁皮屋的小店，在假日的时候，甚至在连假的时候，外面会有人愿意顶着大太阳在后位。对，真是让人亲难去想象。不过我底下讲，能用心去付出，也天实行用心去付出之后，大家一定会肯定你们。就像你们讲的，从没有人门都没有，都更加不只有门有人去，而且大家愿意排队和排列的，甚至于讲。端上车就为了事业的安和时的迷失，这是你能用心付出来的。对，因为我们感谢老师愿意给我们机会，那也感谢我公公那时候，我公公那时候还在，他其实蛮反对我们在那边卖肉骨茶，可是他也支持我们，他就用行动支持我们卖这样。那先生也除了上班以外，他也都一直把他的时间，他几乎都没有休假，就是他只要休假就是在店里帮忙。然后那老师对我们的期许就是把这个味道传下去。好，就是保持这样子走。然后呢，第2个就是我们夫妻要把身体顾好，所以就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把品质顾好，然后把身体顾好，然后可能在比较中期的规划就是看看能不能，也不是说能不能一定要把我们的店面做一个改善，提供给客人更舒适的服务这样子，然后再来考虑要不要增加新的产品。我相信你们一定做得到，像鼎鑫哥哇，按想去吃的，根本你真是请感谢两位带来安好吃的东西，安感动的故事哦。好，谢谢鼎鑫哥，多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一次感谢我们自己姐。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有空来保利吃肉骨茶，谢谢。好哟，我们出去老了之前呢，继续听听我们先生来运动一下吧。希望我们福起来节目的朋友，记得点赞、听客家电视台的频道，顺便记得分享出去哟。